10月同妹聊到4、5更，躺到街台坐下行，打开窗门看神道，样板云热无云港。12也是一条描写一对热恋的情侣，跳跃情花绵绵的情景。街台行通的也对男欢女爱的情侣，为到一探究竟。打开窗门看神道，坐下行，真见天光嘞。想到一下就爱分开，心中不免伤叹。5年还有2月月，为何月月无云港？讲出心中嘅不舍和无奈。同妹聊到4、5更，躺到街台坐下行。打开窗门看神道，样板云热无云港。12也是一条描写一对热烈的情侣，跳跃情花绵绵的情景。街台行通的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侣，为到一探究竟。打开窗门看神道，坐下行，真见天光嘞。想到一下就爱分开。心中不免伤叹，5年还有2月月，为何月月无月港？讲出心中嘅不舍同无奈。12对面看到莲花峰，相爱摘花路难通。等到路通花又车，翠南开水无采工。12一条山歌用摘莲花做比喻，是讲往往做一件事情，由于环境嘅阻挡，困难重重，就像无路可通一般。等到排除阻挡，往往又有事本无以之憾。翠南开水无采工，讲出蹉跎岁月，空叹奈何嘅心境。对面看到莲花峰，相爱摘花路难通。等到路通花又车，翠南开水无采工。12一条山歌用摘莲花做比喻，是讲往往做一件事情，因为环境嘅阻挡，困难重重，就像无路可通一样。等到排除阻挡，往往又有事不我意之憾。翠南开水无采工，讲出蹉跎岁月，空叹奈何嘅心境。13临江杨柳乱叫叫，拿起船桨等东潮。阿哥起船妹起水，船破水面淹过摇。12一条山歌比喻自妙，意境自家，使人折服。做得讲是客家山歌一流之作，尤其是最后2句用船流水嘅密切关系来比喻男女之间嘅友情蜜意，这个精彩之处只能意会，无法言明。临江杨柳乱叫叫，拿起船桨等东潮。阿哥起船妹起水，船漂水面淹过摇。12一条山歌比论自妙，意境自家，本人折服。做得讲或是客家山歌一流之作，尤其是最后2句用船甲水嘅密切关系来比喻男女之间嘅友情蜜意，也嘅精彩之处只能意会，无法度言明。14后生时节事情多，已经落来学唱歌。面对唱出唔好听，偏偏爱唱无奈何。12老人唱歌有处健康，后生时节无时间来学唱歌，落来欣喜，将来学唱歌。面对歌声唔好，还是爱唱嘅一种
无奈心情，确言自康。15有限世界创山歌，人生唔是走过路，富贵贫穷命注定，身体健康快乐多。12一条山歌所强调嘅係身體健康快樂多，為咗促進健康，首先就要看得開，冇必要無顧身體賠命嘅工作，做到過勞來傷害健康，因為富貴貧窮命注定係強求唔來嘅。有限世界創山歌，人生唔是走過路，富貴貧窮命注定，身體健康快樂多。12一條山歌所強調嘅係身體健康快樂多，為咗促進健康，首先就要看得開，冇必要無顧身體賠命工作，做到過勞來傷害健康，因為富貴貧窮命注定係強求唔來嘅。16樹拿菜刀來切蔥，切開長地兩條孔，先日當賣好鹹菜，開往長地菜廚房。12一條係比喻嘅山歌，用切蔥同開鹹菜網來比喻外表同內容完全變質，一種寫法總比當面直接看藝術化一些咧。正當切開蔥嘅長地兩條孔，鹹菜網打開之後，長地地度嘅鹹菜幾近廚房食唔得嚟，一種失望嘅情緒確言自康。17想起連麥實在難，可比領悟上急談，水情又驚人看到，水溫又怕命來難。12一條係用領悟上急談作為比喻對象來描寫情侶在談戀愛時這種驚驚險險嘅心情，水情驚人看到變到眾人恥笑嘅對象。水溫時雖然較唔會本人發覺，但係情驚係本人當面作到。想起連麥實在難，可比領悟上急談。水情又驚人看到，水溫又怕命來難。12一條係用領悟上急談作為辯論嘅對象，來描寫情侶喺談戀愛時這種驚驚險險嘅心情。水情驚人看到，變到眾人恥笑嘅對象。水溫時雖然個唔會本人發覺，不過要請將本人當面作到。18入山看到藤殘樹，下山看到樹殘藤，藤上樹絲殘多時，樹上藤絲絲也殘。12也係流傳當久嘅出名山歌詞，主要係描寫男女情愛纏綿難分，就像山中嘅老藤殘頂大樹，藤上樹絲殘多時，樹上藤絲絲也殘。最後兩句最能表現至死不渝嘅堅貞愛情。19藍樹開花，花南花，阿哥南上妹南下，牽起三米燈籠南，燈籠一南就回家。12也係一條比喻嘅山歌，並且用樹南嘅南海音泡南嘅南來描寫男女兩人在橄欖嘅情景，生出無窮嘅想象意見。南樹開花，花南花，阿哥南上妹南下，牽起三米燈籠南，燈籠一南就回家。
12也是一條悖論的山歌，同時用樹男嘅男協引炮男嘅男，來描寫男女兩人在橄欖嘅情景，生出無窮嘅想象意境。20新造眠床44房，一片明來一片黃，睡到3更思想起，小侄阿妹來商量。12也是一條男人拖嘆孤床難眠嘅山歌，對新造眠床將睡到一片講起，再講到半夜難眠，想起所以嘅誤盤來商量，完全採取出戲嘅方式，流利順暢。